上数伫今仔日透早5点半时，有发布空吹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。目前海上风台警报甲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。伫下暗开始，半暝还有半暝啊，开始到拜五，这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，还有影响上大的时阵。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就是伫东部，台东的红头树和绿岛这两个所在拢有受影响，所以伫今仔日拢已经停班停课。 远远看去，规片暗瑟瑟，中度风台空热也未定录。绿岛南寮甲温泉的所在，昨昏下晡就因为风真透，有649户失电，加在20分钟内就真紧恢复供电。空热风台海上甲陆上警报同齐发布，绿岛甲南屿头一个受到影响，今仔日拢大声宣布停班停课。 一直到礼拜5的清晨，将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，暴风圈会逐渐的笼罩，而且登陆。 然后甚至在中心也会逐渐的通过，风力的部分会非常的强劲，中心附近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性的强风发生，阵风可能会来到12级以上哦。雨势的部分，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，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，北部地区也会有豪雨。当中心通过台湾地区之后，紧接而来的西南风也会造成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发生。 为今仔日开始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桃园以北甲东北部会变做是落雨的天气，有的所在会上大雨。按算拜4到拜5透早，风台中心通过台湾，全台湾拢爱注意透风落雨。不过，风台的路线也有无确定性，登陆的地点伫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之间拢有可能，而且登陆的时阵，强度会达到中度风台的上关坎。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在中度的上限。 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，有部分的模式包含美国的模式，认为它可能还会上修到强烈台风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它所引发的这个强风的情况也会非常的明显。因应空热风台就要来啊！玉山国家公园昨昏下晡公告，停止园区爬山的活动，而且通知目前还佫伫咧园区内底272个登山者落山，或者是就地避难。 咱若伫校园的方面，这礼拜拄好是文化大学的期中考，不过学校因为考虑安全，嘛决定所有的校区今仔日采线顶教学，或者是远距离上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